成立满8档的台南市立安南病院，目前具有1000床量能的病院。为了完成居家共同照护的最后一块拼图，积极投入缓和医疗，在去年筹备设立安宁病房，并且在上午正式甲牌启用，完成居家照护最后的一里路。安南医院已经成立满8周年，迈向第9年。我想，对于病人的全人全时照顾非常重要。那在生命的起源，大家家属也好，我们的产妇也好，都非常高兴。但是在人要走上生命的这个旅程的时候，善终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。那今天很高兴，安南医院成立一个援安病房，就是我们的安宁病房。希望有缘分，大家在安南医院做人生的最后一个旅程。那也感谢社会的大众的帮忙哦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有心出心。那我们把这个整个援安病房从社区的安宁共照，跟在住院的住院安宁，更扩展到在安宁病房善终。开始是有一些小组开始，那到目前的一个安宁病房，那这个其实过程上是非常艰辛，要人员的训练啊，要有设备的筹备，然后要有建筑。那我们是想做一个比较特别的哈，跟别的不一样的一个生命的意涵，所以我们才邀请这个比较有名的画家，也有捐赠者，然后我们把这个整个气氛做起来。那我想说，一开始有一样这样的格局哈，以后的这个意涵是不太一样，大家住的意涵或者什么我们的不太一样，那这也算一个突破了。以前的安宁病房都是比较说传统式的哈。那我们现在是把它超越，就是希望说我们在这个最后的期间是一个，也不能说是愉悦，但是是一个有意义的，然后有一个回顾性的，所以我们在很多设施上面都会有一种回顾的一个方向啊。号名援安的安宁病房、安南病院嘛成立跨团队的整合照护，包括医师、护理师、营养师、甲社工师等，另外还有人情的照护。提供每期患者身心灵的放松，上午的启用仪式，还有艺术家曾英栋甲观众者共同观众大型的雕塑艺品，象征圆满平安。这个作品事实上我就是把爱、美这样的东西落实在真正的生活里面。那安南医院的援安病房这个机会，让能够呈现这个画作，那我就把日月星辰这样子的一个天行健这样子的一个观念，让它生生不息的在这个病房里面，让我们的眷属，让我们的病患能得到一种心灵的慰抚。那这里面有12朵大的花朵，也是在讲这一年12个月。那有5个这个像莲蓬这样的云朵，也是在讲这个5个方位。那这种时间空间里面，在讲一个爱充满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。总规划20层的安宁病房，目前安南病院先开放8层，内面设有会谈室、多功能的活动室、甲宗教室、沐浴室等，希望会用的让病人真正感受到舒适安宁的照护环境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